针对安平再生水厂新建工程启动后，市民朋友上烦恼的就是沿线交通管制、施工进度等问题。市原林美苑19日下晡，邀集市府水利局、当地里长等相关单位进行安平区国平路以及南科园区等地视察。除了要求施工现场交通要维持顺畅以外，针对施工品质甲进度，也期待要如期完工。在过去的那个就是工程，我们一直也是蛮担心说回填不实、不扎实，所以一段时间以后有下线，所以造成一个新的一个就是安全上面的顾虑啦。所以我们希望说，在这么重要一个工程上面呢，沿线所有的就是回填上面一定要扎实啊，一定要落实下去做，不能说等到发生事情再来说再来检讨啦。进前我捌以前咧开会上，我捌讲吼，有时爱压水，好湿啊。你无压，你用挂水落吼，伊会湿在中间，即摆湿在了，因会搁补涂嘛，对不对？即摆你无湿通风的，伊即摆下骹会闪，下骹搁按下闪，就搁倒去啊。我上个拢见搭吞涂的时阵吼，一下时间较来空，为啥？好湿的闪较来空，安尼对咱即个施工的品质较好。针对议员以及里长的施工建议，市府水利局也做出回应。有水去让它的这个扎实度会好一点，一个有出力啊。第二个部分是这几个路段，我们大概都有用加强的方式去处理。好，那第三个部分是我们前面会有一段临铺，那如果还有状况的话，我们也会责成厂商这边针对于临铺如果还有下线的部分，我们会再加强去做一个工程上的处理。在听了水利局施工报告了后，议员林美燕也肯定水利局等市府单位施工效率以及品质，也期待再生水输入去南科园区，提供给园区业者使用后，加速提升南科园区竞争发展，更当吸引更多厂商进驻南科园区，连带促进台南市各项经济效益，相信也是所有市民所期待的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